对，雍正刚刚发消息他是感冒了，高文给我说了。我问一下他，雍正感冒了？感冒？对啊，搞忘了。你说我发了，明天拿过来吗？明天或者后天吧，都现在不着急了吧？他那个发是满天星，随便可以发。啊？我说那个发是满天星，可以发很久。今天刚刚做好的，明天送也可以啊。明天后天就可以吧？哦，那他说可以，那明天送吧，好吧？好，我叫他去拿下。我给你发消息吧。好，辛苦了。没事。雍正感冒了，然后就送花了，先拿回去吧。因为这个满天星可以丢很久，明天送吧。明天送，然后路上去真加班也来不了。那明天送3个，我说我打电话跟他说，让他先回去。哎，你好，哎，你老公在那儿，嘎，你也在那儿吗？哦，你跟他说，先送回去，先拿回去嘛。现在把那个满天星可以丢一下，啊。有一个人没来，也感冒了，他高文跟我说了，有个叫他晓得，我媳妇他说他在那儿耍一下，让我联系他今天感冒，他没来，他男朋友在这儿，我就喊他，那明天送嘛，好。